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过去7档来，总共有17件警察开枪致死嫌犯伤亡的案件，但是只有1件判无罪。阿洪判业务过失致死的警察爱共赔钱，这对警察的家庭经济也有心理造成真大负担。即卖警察执勤拄到危险，有枪线唔敢开，这是做警察的悲哀。有刀子！警察面对嫌犯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今天我出勤了，我到底能不能一条命回来，很难讲。落车！去年6月，高雄县警围捕毒贩，嫌犯真歹直接开枪。枪支拍过嫌犯的要害，伊当场倒伫涂骹爬袂起来，县警超车才知影讲伊炸300发的枪支。现场控制。无名之徒举报反抗真实发生，不过别人唔知影的是，县警开枪执法以后，背后都要面对沉重的司法压力。确定子弹的数量。每把枪都是自己的这样。对，每个人都有一把枪。伊是万华分局警备队员张敬义，早前执行勤务已经26年。老学长在讲。开枪报告写不完，做一辈子义警。先摆话言犹在耳，想要到有一天会验证在伊家己的身上。怎么喊？这辆轿车就是不肯停下来。2013年7夕情人节，张敬义开枪拍到嫌犯的腹肚，送医无救。检方依照业务过失致死，将伊起诉。嫌犯的家属捌要求赔偿1900万天价赔偿金。煎熬很痛苦啊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总是一个心理上有个石头压着。这支警察一天都要早超过12点钟，是夜护身符。不过嘛，因为安尼变成沉重的心肝。官司拍6档，张敬义总算被判无罪。这个压力不该让基层员警来承受，就像我这样，金资啊，有几个6年。这是7档来17件警情致死伤亡案件，唯一件被判无罪案例。不过像张敬义安尼遐好运的人，并无多。我们拿这把枪，其实是要保护民众啊，维护社会这一个治安嘛。可是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，我到底要保护谁？讲到应该情绪激动，李永吉较早是布置刑大队长、刑事局警视大队的队长，资历真丰富。为做刑事局干员，就破案无数，搁捌掠过恶一个出头家张淑贞。刑事局拘提女房东到案。因为李永吉对警情有一撮难以磨灭的伤痕。一男子突然的把手伸到背后，做出疑似掏枪的动作。2001年，李永吉开始请制服嫌犯，原来是对方控告杀人未遂，伊唔愿和解，坚持用情司机正抗，甲嫌犯拍9档的官司，因为最后伊原被判赔104万。有1、2年的时间，我出门都是只有带盾牌，不想看到枪。用枪时机这件事情，很多的法官他不见得懂，警戒使用的过失与否的判断，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。警察变成早前的弱势，执法的尊严备受挑战，嘛愈来愈多人正面对警察呛声。你什么？你嚣张什么啊？非常讨厌警察而已，我讲句真的比较坦白。平均1年来有600件案件执行勤务着伤案件，这是人民年尾无奈烦恼被告卡袂到就出代志。警政署头一摆成立律师团，宣誓要做警察的靠山。我们的诉讼基金先垫付，不必掏腰包，不要让他有觉得诉讼费用的一个负担。台湾的警力为较早欠4000多人，一直增加的情形下，即马又搁出现警力伤济问题。专家烦恼讲，恐惊造成地方财政的负担，一定搁影响到对警察的保障，保护民众安全的人民年保真好主张家己的正义。